再来关心高速公路的情形，连假第三天啊，高速公路已经出现上北的车阵啊，像早起国道1号上北路段，伫个新竹到湖口这边呢，车是要行，咱唔正行，时速有时较无20公里，而且高公局估计下晡车会搁较济，这大家嘛知影，并且列出12条会塞车的路段，这包括国道1号上北、苗栗到湖口、南屯到后里、西里到埔盐，以及国道5号上北、宜兰到平南等等，这拢是会出现这个车条的车阵的部分，而且用路人、赛车的人真正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啊，有人讲啊，过去坐台铁运量伫昨一天超过70万人次。清明拜祖先，真侪人拢会坐火车。根据台铁局统计，台铁伫咧清明一天的运量超过70万人，规个运量嘛比去年增加25%，嘛创下疫情后所有运量的新高。今年清明国道比过去更加热烈，不过伫咧连假第三天，上北车嘛少数慢慢变多，亲像国道1号和国道5号上北各塞14公里，就亲像大型的停车场，而且高公桥嘛预告愈满国道就愈侪车，亲像国道1号上北苗栗到湖口、南屯到后里、西里到埔盐，国道3号上北关西到大溪、大山到香山、草屯到雾峰和德山到中兴，国道5号上北宜兰到平南等。总12条路拢开塞车。哪一间的？出去佚佗，当然到故乡，日头真烧热。不过连假结束，就开始落雨。为拜四到拜六，受到风面和东北季风影响，台南以北和东半部拢会落雨。大等到礼拜日这回分，大家把握难得的假期和日头，嘛提醒民众出门在外，拢要加注意交通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